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往台湾的方向过来，而且这风台结构真完整。气象署也推测讲是拜三时啊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有机会伫咧台湾的东南部或者是恒春半岛登陆。明仔开始呢，北部地区会先落雨，再来是花莲、台东，那中南部地区会较晚。也讲伫这落大雨的时阵呢，是有可能是来到大雨以上级数。按算呢，在今仔暗时11点的时阵来发布海上警报，上紧明仔载下晡就发布陆上警报咯。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向台湾方向挖近，为卫星云图会当看到伊的结构完整，宽流18个块，目前位置伫台湾东南方海峡大约600-700公里海平上。气象署有估测2半明仔载1点半发布海警，上紧初3下昼就会发布陆警。以这样的路径看的话呢，当然第一个有可能去涵盖到这个范围，自然就是我们说可能登陆地点的比较偏花东、恒春半岛一带这样子。那后续延伸它这样的路径，比较影响的就是南部的各个县市哦。气象署研判拜三到拜四是风台影响台湾上明显时间，伫台湾东南部到恒春半岛一带登陆几率悬。初二开始，北台湾会先转为有雨的天气。拜三到拜四，随着风台瓦近甲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半部落雨明显增加，尤其华东地区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有可能出现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它中心登陆。风的影响也会变成比较加重，特别是在这个台东到屏东之间，降雨的热区目前看起来主要的降雨热区还是在整个宜兰花莲的交界，花莲、台东以及屏东，特别是在恒春半岛一带。虽然海上风台警报还未发布，也毋过台东外海风险已经渐渐增强。富冈渔港有渔民将船只绑好势，提前做风台准备。也有渔民出海作业才5天，即马佫拄到小犬风台，加上淡水季风来临，渔民的生活真受影响。出去才4、5天尔。当年拢这个时阵，淡水季风开始行，你有看出来拢淡水季风啊。台东县卑南溪也因为淡水季风甲外围环流影响，河川口起风被沙。因为这摆小犬风台可能和东部、东南部山区出现局部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所以包括日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拢会陆续休园。林后树林北地森林园区、垦丁、双流甲登记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初4、初5有景先休园。自然步道也暂停开放，民众千万唔通上山，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昨是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上盖憾的是，在台中高铁站排队要坐车的民众是对内面排到外口去，真侪人是等1-2点钟也未坐到车。高铁表示讲呢，这10月初1的旅运量超过33.8万人次，是通车以来一日上盖侪人的。就专家建议讲，未来这高铁自由座就要总量管制，而且公布自由座的等车时间。台中高铁车站大厅挤满人，而且唔那车站内，规个排队的人阵排到大厅外口，场面那亲像过年回乡。这是初1中秋连假休假日，民众要排自由座上北的画面。我就有点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出门这样？对啊，可是因为之前也都差不多这个时间啊，对啊，就没有像这次人那么多这样。从来没看过那么多人潮，对，特别是以一个外国人来说的话。民众排1-2点钟也无法度坐到车，因为高铁自由座刚来当当日购买，所以买票爱排队，坐车爱搁排，互袂少民众真困扰。高铁统计，中秋连假时间累计疏运将近101万人，其中初1超过33.8万人，是通车以来单日上济，比2019年的中秋休假日增加2万人以上。年龄还没有到，没有见老，所以都是要搭自由座这样子，尽可能啦。我们都是想说，年纪有了就是要搭这个对号座。因为连假的时候，通常就是都买不到车票，所以大家还是都只能以自由座为主。那如果增开的话，就会减少就是占票的可能。不过，说来国庆连假过来啊，高铁会安怎疏运？有专家建议，会当互自由座做总量管制。可以把目标定为说，我们让要搭乘自由座的这个乘客呢，不超过等候1个小时为目标，这样去做一个总量的管制。如果你要在几点钟要搭乘我们自由座的话呢，可能预估要等候时间有多长？
专家点出，目前高铁列车无够，所以伫个新车补充到位的过渡期，应该爱有更较好的管制。高铁对人伤济嘛发表声明回释咧，佮表示国庆连假期间会加开班车来协助疏运。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做 IC 设计新创公司奈美光，即间呢，伊这个国发基金有甲因投资1700多万，毋过煞有风声讲，这独家研发的中远红外光4合一式光子晶片呢，技术泄露去到中国。这个奈美光伫网络顶头也发出声明，强调因无含中国技术转移合作，外界拢是风声放映的。这国发会主委江明庆也表示，关键技术还佫伫咧研发，敢有技术转移去到中国，佫爱审议调查，会伫1个月内提出调查报告。台湾奈美光公司因为进前研发出全球头一粒中远红外光4合一式光子晶片，4年前申请国发基金，得到国发会1700多万入股投资，也毋过煞有消息传出，台湾奈美光董事长技术私底下寄转中国，引起国安局甲调查局高度关注。国发会做出回应。你不要1700又不见了。您刚才提到说1700会不见，不会啦，因为这家公司照理说它不会倒啦，它当然还在研发阶段。国发会表示，台湾奈美光科技公司主要是提供矽光子晶片，为 IC 设计到终端产品内对立整合服务。那奈美光公司的技术，若涉及医学清挂，也会当运用伫军事航太顶面。一旦若真正寄转中国，恐惊会引起国安疑虑。奈美光公司是伫官网发声明澄清，有关矽光子晶片专利并无移转任何人。目前无甲中国是其他国家进行任何技术移转计划，无规矩国安也是违法问题。加上矽光子晶片也在研发阶段，未来研发成功会另外委托代工生产。传出中国开价人民币52亿，准备投资市场是不实内容。如果一旦这个关键技术流出，会对国安造成重大的危机，对不对？最原始的技术是台大技转的了哈。那如果说台大技转出来以后，它要再加值再转出去的话，尤其到第三地的话，基本上是要透过一些审议调查的哈，不是那么容易的。国发会表示，若奈美光科技公司经过检调机关调查，确定有违反法令，也是损害股东权益，国发基金会依法讨赔。国发会有计会伫1个月内对外提出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家己制造的畅水南海群号逼出泄漏风波，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和前海军顾问郭树呢来指控讲泄漏这畅水南国造机密。马文君自安尼先去告郭树来加重诽谤罪，郭树今早起呢也去到北检告马文君加重诽谤，另外又该提出着民事赔偿300万。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高检署和调查局已经依照着外犯罪还有国安法的泄密罪分案调查了。前海军顾问郭树亲身去地检署，因为那样立委马文君点名伊是温清风案涉案人，搁要转行去中国做军火商订人。郭树不愿互人指控，初二提告加重诽谤，嘛提出民事求偿300万。那这些东西其实我都没有做过。马文君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想脱身，想脱他出卖国家的这个大罪。为家己讨公道，郭树佮讲马文君外泄尖水南国造资料，捌伫立法院机密会议唔签保密协定，抄写机密文件。面对这个指控，马文君真侪工程已经提出告诉，证明家己清白。这届嘛大声做回应。你放了一个话，然后全部躲起来。我再一次呼吁黄曙光出面面对，我有把情资给中共，我也切腹。波愈来愈大条，为抄写资料外泄，搁插甲马文君办公室执行长，互人讲伫院外敲代志。导火线都是因为黄曙光讲有一个立委阻挡江南国造，甚至甲资料泄露予中国大使馆，才引起这个论战。点名的立委跟厂商都我不知道是谁，你们自己去猜猜吧。江南证据泄露一直变，马文君国讲捌收到秘密录音，郭树介入国造江南，送交调查却无结果，专案愈舞愈大条，检调嘛介入侦办。上礼拜报道出来以后，对高检署跟调查局，他们都已经进行了解了，他们已经告诉我今天会分案。江南国造泄露秘密议案专案牵涉到国安，高检署以涉犯外犯罪，北检是以国安法泄露秘密证罪嫌分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南天狗日疫情真严重，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竟带团落南，考察这天狗日防治也个体检治疗。另外呢，为着要防疫，台南市长黄伟德中秋期间有落去倒喷药啊，却受人批评讲伊是伫咧搬戏。另外，疾管署也分析这疫情，若讲这2天的确诊人数无出现连假效应，台南这礼拜疫情有可能会降落来。不过，这风台消遣特别来，恐惊也有其他变化。维权委员这几排了解防治状况，台南天狗节疫情顶礼拜到上观点，大众人数伫2100到2200之间。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初次落南了解天狗节防治甲体检治疗状况。疾管署分析，若初2、初3无连假效应，这礼拜疫情有机会降低。这几天的病例数呢，相较于前几日也是略有减少。星期1跟星期2有没有连假后的一个效应？那如果这个连假后这个通报的效应没有太明显的话，那这一周可能会是呈现一个持平，甚至有机会可以反转下降。罗议员表示，原疫情热区已经稳定，反倒在南区、北区、中西区甲安平区热情悬，要注意。为防疫，事前接受喷药训练，各有合家政税市长黄伟天，中秋期间亲身爱在安步机行去行路喷药啊，煞互人批评作秀，伊也发冤枉，因为骹手无够。如果不到第一层，不知道第一层的辛苦。这个我们到第一层去帮忙朋友，因为在假日人手不够，就说我们作秀。那如果我们不到第一线的话，又说我们高高在上，只在办公室里面。台南一直喷药引起民怨，暗过也网友发现公园路甲公园南路口杂草已经为水沟刮不出来，烦恼落雨积水，恐惊成做天狗节防治的空棚。把它除掉。民众烦恼是有道理的，因为主管署甲市府拢认为，台南这礼拜天狗节变数就是特别到位的小片风台，也提醒民众提前整理，清除积水的物件，才袂大雨积水，可能互疫情更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公费的流感疫苗，对今开始做会分做2阶段来做。头一批会当做的就是65岁以上顶10类的对象，第2阶段是11月初1开始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大人来做。另外，为了要防止这校园流感群聚，学校对今仔日也开始做啊。做一支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2开始分2阶段开始做，高中至以下甲5专1年至3年学生囡仔，伫校园集中做，希望会当防范校园流感不一定烧坏。任何的厂牌一定都有一定的保护力，所以我并不担心说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才做施打这样子。疾管署表示，秋冬是流感加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而且2个镜头搁正同，拢会出现发烧加呼吸道镜头。做疫苗会当降低并发重症也甲死亡的风险，所以第1阶段优先注射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长辈、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等10类对象。第2阶段为11月初1开始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来做，有打就比较安心了。其实是打国光的嘛。据报道好像说可能会严重，所以打得比较安心。是的。为了催更较侪人出来做，卫福部长试水员嘛亲身手硬比起来做流感疫苗，希望会当提高疫苗注射率。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买698万剂4价流感疫苗，其中国光先机349万剂，差不多占总量的5成；赛诺菲192万剂，台湾东洋86万剂，也加高端70万剂，差不多占1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屏东的明阳工厂发生火灾，立法院今是就相关的部会进行专案报告。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火灾和消防设备无直接关系。不过有立委是认为讲，这明阳伫咧发生火灾厂区呢，囤超量的公共危险物品也拢无照规定去申报，也无去发现。即期政府伫咧khai早的时阵是做无透，也若这引燃导生的灾害也无老实去做。明阳工厂大火夺走真侪人性命，有拍火兄弟伫火场不幸殉职。立法院初次邀请跨部会对火灾抢救做专案报告。内政部长林佑昌备询时阵强调，大火甲消防装备无直接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原因，最主要2点。第一个就是工厂的危险物品的管理是否落实。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厘清的是，这个厂区的人员
的撤离啊，这个有没有彻底？因有枪讲，民众可能无落实危险物品管理，因为事发的厂区藏的过氧化物比野菜超过管量30倍。经济部也指出，业者超量无伫10天内申报已经违反规定。不过，立委搁较关心，影响到地方是不是有确实加差呢？基本上就是没有去做这些查核动作哈，你到现在还不敢告诉我哪个单位应该负这个责任哈。最好的方式还是要透过申报的资讯来做后续的稽查。包含内政部甲经济部拢表示，敢若靠加强稽查，无法度根本解决问题，服业者自律搁较重要。不过面对种种质疑，林佑昌也强调会检讨，对于无落实危险物品申报，研究要提悬罚则。只是事发前3个月，民众才拄结束自卫消防编组训练。那火灾的时阵，也是有员工无马上向外逃出来，也互立委质疑，演练拢无落实。发生到严过的时候，到底3个月呢，我真的感觉很不落实。这个稽核的部分可能要加强，不能只靠书审。是我们分成2个区块，正在跟相关部委来讨论。这场工厂大火烧出消防甲警务管理的问题，立委也批评中央地方杀来杀去，各单位责任，到即马依然无调查清楚，因有强势回应，详细导火原因拢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2023年诺贝尔奖竟公布头一个奖项，成衣奖是伫台湾时间下晡5点45分公开，由美国的科学家卡里科和魏斯曼做伙摕到奖项。这2个人呢，开发着 mRNA 技术，促成头一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生产，挽回全世界真侪人的性命，为人类对抗新冠疫情的贡献真大。卡里科和魏斯曼也是自2012年当奖成衣奖的得主。诺贝尔基金会进前宣布，今年的总奖金差不多新台票3200多万。明仔载也会陆陆续续公布到这物理、化学等5个奖项。伫咧墨西哥北部的一个马德罗城，伫咧当地时间初一呢，有一间教堂规定信众当咧做弥撒的时阵，这厝顶却是熊熊放来，造成9个人死亡，50个人受伤，也佫有30个人掉伫内面。也那同一天呢，伫咧东南部的恰帕斯州也发生一台货车载着伤过济古巴移民伫咧高速公路顶头并且上部有10个古巴移民过往，17个人重伤。意外现场，人群惶惶恐恐，救援队员、参救护人员甲民众拢伫现场，各有人赶紧骑楼梯来协助救援。墨西哥北部塔毛利帕斯州的马德罗城，当地初一一座教堂的厝顶，伫教导组织做弥撒的时阵，熊熊放落来，造成真侪人死伤。Hoy estamos viviendo un momento muy difícil en nuestra diócesis de Tampico. Se ha colapsado el techo de una iglesia de la Santa Cruz, estando en la celebración de la Eucaristía.En estos momentos están haciendo los trabajos necesarios para sacar a las personas que aún se encuentran debajo de los escombros.意外发生了后，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州警察、州民防办公室，还有红十字会，拢出动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教堂内底迄阵是差不多100个人，其中差不多50个人送病院治疗，年岁上细汉的只有4个月大。而死亡的人内底有3名是准备举行洗礼仪式的儿童。墨西哥国家安全发言人办公室表示，技术是因为建筑的结构问题，才造成厝顶崩落来。而墨西哥当地初一伫东南部恰帕斯州阁发生并且死伤意外，一台载满古巴移民的货车伫高速公路的太平洋沿花路段并车，造成真侪人死亡重伤。墨西哥国家移民研究所新民表示，发生意外的公路是为瓜地马拉下境，照墨西哥的路要去美国的移民常常使用的路线，货车根本无法度载遮尔侪人，才会造成并且意外。暂时司机嘛已经逃离事故现场，下落不明。国视新闻台唐平约。中亚国家斯洛伐克顶礼拜六举办总统大选，这一场歪向路线而且反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红用党，伫选战当中摕到不到23%的选票，成做国会上大党，会组成这联合政府。那照这个办势来看，斯洛伐克可能袂阁再军事援助乌克兰。
欧洲斯洛伐克政坛变天，选举前以反移民、反军援乌克兰的在野党方向党，伫前总理费科带头摕到将近23%的选票，变作斯洛伐克国会最大党。To je úplne jasné, znovu to opakujem, náš postoj k Ukrajine je presne formulovaný. Naše stanoviská sú nemenné, pokiaľ ide o naše vyhlásenia pred parlamentnými voľbami. 方向党胜选了后，虽表明反对援助乌克兰的立场无变，会尽力促成俄乌谈判，并强硬解决移民问题，甚至可能出动武力。方向党的领导人是59岁的费科，捌3届担任斯洛伐克的总理。特别的是，方向党伫选举前并无看好会有赢面，本来真有希望由欧洲议会副议长西梅茨卡领导的中央派政党进步斯洛伐克，到尾啊，敢若摕到将近18%的选票，宣告失败。Nonetheless,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Smer is the winner, and we of course respect that, although we think it's bad news for the country. And it will be even worse news if Mr. Fico forms a government. 西梅茨卡册伊表示会尽力阻止方向党组阁，因为无一个政党超过一半，无论是方向党还是进步斯洛伐克，拢必须甲盟友筹组联合政府。如果后一届政府有向将权，小党的意向也是关键。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国会为了要让政府部门会当正常运作，通过临时开支法案。不过，这法案呢是无包含着拜登政府所编的用来军事援助乌克兰的美金60亿。这消息一出来，遂引起后面关心。另外，伫咧乌克兰首都基辅，初一有举办战争发生以来头一场的马拉松，就超过5000人报名参加。这报名费有一半会捐去做军事武器经费。在乌克兰基辅访问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普瑞尔，初在美国国会通过临时预算案，将援助乌克兰的预算排除在外，感觉行一条甲遗憾。And to tell the truth, we were surpri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ast minute agreement has taken a decision that we have to regret deeply.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460亿美金军事援助予乌克兰。拜登政府8月要求国会各提供240亿美金，不过，互共和党具有势力的强烈反对，坚持预算爱开伫国内重要基地项目。乔治亚州众议员个人表示，已经提供相关援助予乌克兰。佢讲乌克兰唔是美国第51州。We cannot, under any circumstance, allow American support for Ukraine to be interrupted.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初举办战争爆发以来第一场马拉松比赛，比赛按照路线长短分做5公里、10公里、21公里、甲42公里4组，吸引5180多人参加。另外，因所交的报名费总额一半，拢被捐予军方，用来采买军事设备。Тому що 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ція вона незламна, проводить такі заходи навіть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Всі, хто приймає участь в цьому заході, є людьми, які донатять на поміч нашим захисникам. Тому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приймати участь в таких заходах. 因为当局无公布这场战争详细伤亡数字，发新社记者访问基辅的阵亡士兵纪念碑，人员大半家属对水相片，其中真侪拢是壮年。伫社会媒体面前成立战争危丧志愿团体欧山纳博区，伊就指出，因2000个成员当中，18到24岁年轻女性占7%。Не знаю, можливо, я ще це не пережила якось, бо я досі не вірю. І тоді, я не знаю, я досі впевнена, що він зараз от прийде, напише мені там, відповість на мої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全球暖化改变天气形态，伫巴西亚马逊河出现酷寒情形。北部有一个伫河边的小镇，一礼拜内有几落千尾的鱼仔，也有上百只的井水海猪死亡。这渔民是无鱼通掠，鱼仔尸体也开始烂去，开始伫咧臭，污染着水源是袂当啉。政府遂启动紧急救援令，运送前期的水含物资入去灾区。大批冰岛死去的鱼群尸体靠搭伫巴西北部城市马纳卡普鲁打去的河道上。另外一边的河面上，死鱼仔扑扑沉沉，河水落的程度互人真惊吓。渔船经过看到鱼仔尸体河面，渔民的心情真沉重。Peixe não está dando para comer, tem que ir para outro local para poder pegar, que esse peixe aqui está contaminado.
全球暖化加上圣婴年，亚马逊河今年的坑化现象已经毋捌看过。除了无度掠鱼，连面上将水来源拢是问题。传染病佫较是强要压起来。当地政府统计，拢总有59个行政区水位低过平均值，造成水上交通运输受阻碍，船只陷入落瓦梅无法度震动。O juízo é muito grande. Assim, principalmente o psicólogo da gente, que a gente tem que preparar, né, para essas coisas aí. Se a gente não lutar, a gente não tem as coisas. 巴西环境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极端气候影响50万名亚马逊州的居民，占这个州总人口的1%。巴西气象单位有估未来几礼拜气候也佫会佫较严重。联邦政府顶礼拜5宣布，55个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启动物资救援计划，将饮用水甲食物送到灾区。澳洲东南部的新南威尔斯初一时受到热浪的侵袭，气象预报显示，部分地区气温有计比平均温度高出摄42度，因为烦恼高温可汗加上强风会引起野火。当地政府针对9个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避免2020年的野火灾害再发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准备2024年总统大选，民众党的柯文哲今年是第2届访问美国，进行美西的产业之旅。另外，针对着南北合作议题，柯文哲表示，进前讲要比较民调的方式，不过这国民党是拢无回应。也哪怕永久初二是讲无要参加今年的双十典礼，国民党还有意表示讲会当体会马英九的心情，伊也问赖清德敢有认同中华民国。赖清德的这个竞选办公室是表示讲，赖清德的立场一直拢真清楚，就是延续蔡英文总统的4个坚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台第2摆访问美国进行美西产业之旅，第一天安排甲旧金山台北嘉美市委员会食饭。即马大选愈来愈近，南北合议题也真受关心。不过郭台停办进前提出来南北合，成比民调煞无人回应。国民党对蓝白合的想象，他只是他们在想他们以前国亲合的模式嘛，亲民党就不见了嘛。那我是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反正我先丢一个出去嘛，看他怎么反应。我看2天了也没有反应了。伊登记参选即春5月郭文泰强调，家己是急动情意思，尽管是最后30秒做决定，也替南北合增加想象空间。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初2面册表示，蔡英文政府为去年开始就将双十国庆日的英文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 是故会将台湾加做国家的名字，宣布拒绝出席今年国庆大会。国民党侯友宜也提出3份点名赖清德是不是认同中华民国。大家问问赖清德，你有认同中华民国的宪法无？你有认同中华民国无？你有要甲咱中华民国永远徛伫中华民国立场来替设想无？无论是赖副总统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向国际所宣示的4大支柱，或者是日前所提出的国家希望工程，都是坚定主权立场。但这还强调，赖清德立场一直拢是真清楚，就是延续蔡总统的4个坚持。也指出，进前国台办搁一摆强调九二共识核心意涵是海峡两岸共属于一个中国。侯友宜所谓认同九二共识，这是真正消灭中华民国原乡。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宣布，会头一届试办医疗性冻卵子的补助，予40岁以下着核癌的妇女有机会会当做妈妈，一个人上济补助3万支。对明年1月开始，伫咧台北市的联合病院试办。着癌的妇女可能因为癌症造成袂生，为要互着癌妇女会当维持生育能力，台北市首创全国性的明年1月起会试办医疗性冻卵补助，互着癌的妇女也有机会会当做妈妈。算是受用啦，因为就是给有些女性有多一次的机会，可以再选择不同的未来。事实上，汤市甲新竹市拢已经宣布针对25至40岁女性推出冻卵补助。汤市每人上悬补助2万2，新竹市上悬补助3万1。那台北市是针对40岁以下着癌女性，经过医术评估有冻卵需求，每人上悬补助3万2。也毋过妇女团体认为，干那靠人工生殖补助，无法度挽救少子化问题。对我们少子化整体的趋势来讲，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很可能会花费我们纳税人非常多的钱。卫生局目前都在研议，我们也在收集专家学者各方的意见。
妇女团体指出，想要让少年阿母安心生养囡仔，需要营造友善的育儿环境，而且当然妇女若想要改道使用，又愿受人工生殖法限制，因为即马法规限定，未生的异性恋阿母才会当使用冷冻卵子，排除同志甲单身女性。呼吁中央应该检讨修订相关法规。记者综合报道。昨是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桃园警方去临检，这临检桃园区大东路的舞厅有查到渔工伫内面做毒品交易，清查了后，涉案的渔工有到700外人，互警方带倒转去，其中37个居留到期，还佫伫咧台湾。警方表示讲，专案会追查这毒品的源头，也若涉案的渔工会依照毒品罪嫌移送法办，过期居留的渔工也送去专勤队受用。网络流传大批渔工互警方带回画面，桃园大东路一间渔工舞厅，在伊透早互警方临检。迄天内底聚集700多名渔工技术涉毒，清查了发现K他命、摇头丸等毒品，所以将人全部带回警察局查检讯问，当中也阁查获37名渔工超过期限居留。被抓了1000多个，然后去验尿，然后没有吸毒的就放。有吸毒的要罚款，大部分都是外劳，台湾人好像没有。对，一般都是外劳来这边假日吗？对。附近民众讲，一个假日舞厅就聚集真侪渔工，连假佫较侪。警方因为接到情资，有渔工涉嫌伫舞厅内毒品交易，搜证了后，报称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所以伫中秋假期动员大批警力进入临检。动员上百名警力，于112年10月1日凌晨实施联合扩大临检，现场查扣毒品、食用器具、残渣袋等物。警方表示，专案会继续追查毒品来源，涉案渔工分别以毒品罪嫌移送，超过期限居留渔工送专勤队收容。桃园分局伫110年3月12日甲今年3月，拢对这间违反规定渔工舞厅进行行政通报裁处，针对店家几啊摆违反规定，也会登报起付，建车停止营业。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连假暗时呢，台南有真侪景点，甚至是街路拢有民众去遐放烟火。就2个民众伊摕这改造的大旗烟火，伫车路顶头乌白乱放，有影真危险。环保局表示讲，会对这民众开罚单。咱若讲到这3天连假，环保局总共开10张路。鸦片中2个人摕着箱仔点火，炮仔亲像机关枪共款连续喷火，若是无小心喷到民众，咱可能会着伤。这是发生伫淡市安南区中秋连假期间，有民众摕着改造烟火炮，就伫街仔路乌白乱射，附近民众拢感觉真危险，认为无应该伫路边乌白放。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因为它刚好又在大马路边，那可能如果有人经过的话，不小心可能也会有受伤的疑虑，很危险啊！如果有车骑过去的话，造成用路人的困扰。民众乌白放改造烟火炮仔鸦片，互人翕起来。环保局嘛接到通报，确定以空污法来处罚新台票2200块以上10万块以下罚款。若敢有违反测音管制法，也搁爱调查。影片实证可以证明它明显有粒状污染物行为，所以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第1项规定。那后续呢，我们将会依检举人所检举的相关的影片资料来查证，如确认行为人之后，我们将依法告发处分。其实中秋连假这3天，环保局组成专案小组到各地区巡逻，当中开出10张罚单，甲321张劝导单。环保局指出，依照测音管制法，除了春节元宵特殊节日以外，任何日节下暗10点到过当天透早7点，拢袂使放烟火。续落来，阁有国庆连假，环保局嘛呼吁民众过节嘛要有公德心，莫胡乱放炮仔，避免受罚。记者钟义辉、邱朝阳台南报道。今年高雄做赢的万年桂要伫咧双十连假来开始咯。今年赢火狮打出一只超过5公尺高的火狮，也佫招300位的民众做伙来救火狮大游行。伫现场也佫真侪表演活动，希望民众大家做伙来斗热闹。
大只火狮身躯黄色甲红色配饰是真有气势。这是今年做业万年过火狮，主办单位特别打造5.6公尺宽、950公斤重的大火狮。每年当头戏野火狮第一摆开放，予民众参与大游行，开放300名民众报名，无几分钟的时间，名额嘛拢出了啊！这是我们高雄在地的 VBS 舞团，特别今天我们也编做了一段火狮舞，来自我们节目当中重要的一日。今年的火狮大家有看到哈，往年也无相共，今年可能用电动的，往年拢是咱哈一寡气功大家咧咧光桥的方式安尼咧流热。高雄万年过活动是结合光炮城、野火狮等等特色民俗，才有在地特色。今年阁有80台文创搭，也阁有马戏团、甲火舞等等动态演出，要互这个传统祭典，嘛会当起少年人来参加。这是除了我们梦想家啦队会带来表演之外，然后也会有波卡的马戏团也会来这边表演，那还有舞团的表演。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市集啊，跟一些文创的小商店也都会在这一次的展示。一开始野火狮只是宗教活动，后来连接历史文化，互做野万年柜即马嘛正做南台湾重要庆典活动。今年活动是初7到初9，拄好是国庆连假。唔但有5公尺高的金火狮，周边阁有真侪搭甲精彩表演，要互游客有食阁有耍。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民间工艺是台湾文化的特色和精神，为着要展现工艺术的深刻甲功夫，嘉义县诸罗山艺器协会伫咧嘉义县的培领美术馆举办百工风华诸罗献艺的主题展，邀请全台湾81位工艺师，总共有93件作品，要来展现艺术因的多元创作。民众详细看眼前的工艺作品。嘉义县埔子的梅岭美术馆举办工艺特展当中，邀请81位工艺师，加共展览93件作品，要为9月28开始展览到10月7日。生活工艺然后我们的这个信仰工艺，还有美术工艺。那这一个3个面向的工艺在这个工艺表现里面，这一次的展览。我们都能在这一次的展览都能看到。就其实我对传统工艺还蛮有兴趣的，就看到蛮多像这种比较创新类的东西，觉得很有特色。会使让大家愈实在咱做过的形象，会使来推广。这届参加展览的艺术当中，有6位捌得到国家工艺成就奖的肯定，阁有15位是台湾工艺之家的代表工艺师。作为参加的少年工艺师来讲，这是一个会当合适的机会。看到很多老师傅的一些作品，其实有很多传统元素，之后都可以下去参考，给我一些启发。尤其是讲伫即马这开幕式纪当中有这个艺术的，咱会当趁即马这时阵，甲其他的老师，咱来做一个经验顶悬的交流。嘉义县诸罗山艺器协会表示，民间工艺是本土文化一项真重要的资产。透过展览，唔但互民众会当看到工艺师的心血，嘛是挽着民间工艺文化特色甲精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部今日公布第14届金漫奖入围名单，另外特别颁献一个贡献奖予洪德林。洪德林今年是74岁啊，伊是一位漫画家，也是台湾漫画研究者，研究台湾漫画史料40多年，收藏真侪戒严时期的台湾漫画史料，也捌伫咧学校开课，对台湾的漫画有真重要的贡献。漫画家洪德林研究收藏台湾漫画史料40多年，前高档上部出版10本和漫画有关的册，嘛捌开课传承台湾漫画的知识，对国内漫画发展延续有真重要的贡献。文化部伫10月初2公布第14届金漫奖的入围名单，另外嘛颁特别贡献奖予洪德林。但是伊本人对这届得奖的想法是认为家己也无做啥，敢若是一直咧实现自少年以来的梦想尔。世人若无梦想我感觉迄个人跳到20岁左右就发誓要看遍全世界漫画，所以我现在一心为1990年代开始就有世界漫画博物馆的想象梦想。洪德林1949年伫台中乌日出世，前7岁得到一本红册了后，就迷死迷烂伫漫画的世界。伊讲台湾伫1960至1980年代，捌互人叫做漫画的盗版王国。
但是这段期间也培养出一批本土的漫画家。说自1966年开始，政府颁布漫画的审查制度，控制作品的言论自由。1977年、78年，台湾拍落去啊，漫画拍落去啊。哦，本来迄阵子有想要画漫画的人，结果这个审查，大家拢无操咯。洪德林讲，家己卖漫画卖到即马74岁，便若讲到漫画精神，一个来话题就讲袂停，会使讲是台湾漫画的百科人物。伊讲伊的人生也有一项作业还未做煞，就是成立国家漫画博物馆，但是即马要停留伫咧筹备小组的阶段。伊希望会当保留侪先进的作品，互未来的时势了解台湾漫画的发展史。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嘉南到新竹对26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3度到33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